野狼兵杰愈暗察，左右相互会，特别应付着这班野狼非常困难。这个时阵，三甲挺身而出，我来啊！抢好，我抢了抢了。我唔相信讲你这拢总是偌厉害哈，这假的都唔是真的咧。哦，非常感谢三位壮硕的解围，可惜阮两人性命危急。无影啦，实在吼，但恁两个功夫够赞，尤其是迄金宝头，吼，迄两支宝头撒起来到地啊，如雪花盖顶啊，迄实在有影叹为观止呢。圣情，你的功夫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。你讲安尼，安那无过分。是讲，天生啊，甲问讲叫来迄到底啥物人？也是请问壮士叫来是谁呢？哦，你也无需要问这个代志，总是这个温情我会甲你报答。哦，过是了。叫，讲正。好事。安尼哪对啊？天生啊，如果叫来迄个，若是愈暗察的话，伊是读册人、做官人，知书达理，应该。咱为伊拼命拍摕野狼，伊毋着出来甲咱说啥才对。后一种咧行。我看暗察伊就是咧办这个秘密案件，无啥爱互老百姓知影。老百姓若知呢，恐惊会骚动啦，因此伊就不露面啦。我想是女暗察无毋对。咁安尼？是啊，咱随后要甲伊看回详细，等候伊落桥，咱再来甲伊拜访。伊若伫桥内。每互知影，咱无需要甲伊打扰，爱尊重咱的温书权呐。温书权是啊，好，水背后扛一扛过来变知道啊。玉盒日夜奔驰，来到这个玉柳山庄，特别找伊的妻子妙龄一人。农夫大哥请了，农夫大哥。你乖阮看守，你乖阮看守。大哥，你可能认着人伊咯。哼！哎呀！来人啦！啉！各位兄台请了，在下姓笔名陆合，这就是玉柳山庄吗？各位兄台请了。啥代志？前面可是玉柳山庄吗？酒啉三杯才讲啦。哎呀，我这一向都袂啉酒呢。原来袂啉酒，毋是朋友，免讲啦，免讲啦。多谢你的盛情，愿饮三杯吧。嘿，好朋友，啉三杯酒。兄台，恁为怎样伫咧啉毒酒啦？讲啥？酒毒啊？是。哎乱解，这酒若较有毒，遐阮这规庄毋着拢毒死了咯。哎呀，各位兄台，这个酒可能是输醉，所以酒若是放伤久，也是会反毒。不过我的身躯有这个解毒药，恁接落去比较安全嘛吼。来。你多加啉酒就是好朋友。迄个就是啦，对下去就是玉柳山庄啦，去啦去啦。多谢。来到着这个所在，远看两只大只交伫搏斗，老百姓惊到面脱色，在七稳之心，又后得使用着伊六合一之拳。
无代无志，将我这两只人狗都甲拍死啊！哦，这偌济钱对外国买来物件，你甲拍死？哦，兄弟，无死啦，我只是点伊血刀，互伊昏去，安尼才去伤着人。大概一刻后就可以服醒啊！一刻后若无服醒哦，我要压你赔。是啦，我要入来这个玉柳山庄，假使这个人员若是无服醒，你才请求赔偿未迟啊！因为我是恐惊去伤害到别人的关系。哪会去伤害别人啊？这定定嘛伫咧扑斗，少年人惯英雄。不知啦，乡长来借问你，迄边面遐是毋是玉柳山庄的庄主所在？对，是阮庄主在。阮庄主3日前就传令啦，什么接到人的批信，讲有这个贵人要来，所以特别打一个欢迎门啊，咧欢迎贵宾来阮这个玉柳山庄啦。你对欢迎门入去，遐都无毋对啊。多谢啦。嘿，少年人功夫练遮好，真少。普通咧点人血刀是真准，但是点这个厚的血刀啊，真歹点啊。因为厚的皮毛真厚，安怎点咧对？而且这个人真有修养呢，不愧。乡长请了，请。哦，乡长，你练这个击背飞剑确实有精力，可是你犯着杀人未遂的罪过，知影吗？希望以后唔通再犯这个杀人未遂的罪才好啊。是水。在下姓笔名陆合，陆合贵宾啦！我奉庄主的命令，踮这个所在伫咧等你啊！对我来吧，多谢。陆合贵宾大驾光临，老朽万欢迎，失敬多多。庄主免客气，来，我来介绍，这个就是我的老二的啦，叫做严典。也这个就是老三的庄主，叫做严霞。哦，大庄主、二庄主、三庄主，六合有礼，免客气啦。免客气。听讲你是为令夫人的代志来这个所在吗？正是啦。3天前就有人甲联络了。哦，是虾米人甲你联络？一蕊目睭的。哦，迄个人我该有相识。是啊。当你六合是要采取什么行动？因为伊是我的家后。所以我希望伊回心转意，会当帮助我破案，安尼就好啊！六合比登天较困难啦。哦，因为令夫人苗玲甲这个富商欧阳斌感情用夹，两个人卿卿我我卿卿，绝无可能分离啦。苗玲有人疼惜伊，我也暗暗甲伊祝福，可惜。伊不应该做伪证，害我入狱。那假呢？心肝这么歹，该杀掉。庄主，千万不可啊！自古人伫咧讲，守节终日泰山，失节轻日鸿毛。假使若该低调，经过社会负人人，唔敢轻举妄动。庄主，你的义气略加敬佩，可是英雄主义就是藐视国法啦。苗玲以后权利选择理想的伴侣。我是无权讲伊唔对呢，我只能恳求伊行我的清白之意啊！哎呀，陆合煞太软正啦！是啊，陆合，你人才生很好，哈？敢惊你娶无某心，抬调搁再娶嘛？多谢二庄主、三庄主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对，陆合做人真仁慈，咱嘛应该甲伊协助伊破案啊！是啦，大哥。看陆合入庄过4关的言行，甲这个忍辱的功夫深高，事理阁明彻。我想将这个奸商欧阳斌甲这个奸夫周苗玲，甲抓起来送回陆合吧。欧阳斌甲咱就是世交呢，咱何必自作无情呢？虽然自作无情，也毋过是大义灭亲啊。老二，你啥意思？我甲老三同款。好了。互恁多所管啦，来人啊！甲我带张贴，请这个周苗玲甲欧阳斌大爷来赴宴。准备啊！你是咧看什么人的贴啦？
这就是我细兴严经所寄来帖啦。伊特要请咱两人过门去会宴。哦，要请人心，我都上爱奉请啊。啊是，你会知哦，我细兴严经哦，比咱较好样呢。嘿，我介绍甲你熟悉。是啦，人我哦真爱熟悉好嘢人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头家啊，哦，有一个人哦对咱这个别墅这边呢。啊，有人这个别墅，大家较注意咧。我知。贼心、劫心、好胜心、嫉妒心，心心交一条矛盾的心，才变成零心心啦。世态炎凉，无奈唔通走，连你的性命都给你解决起来。入来地下室，行。曾主啊，鸿蒙何事？这条线你看卖，是咪人叫你摕来？这毒干女郎啦，阮头家搞起来啊！阮头家娘叫阿瑞迄个地窟内底，你看就会知影啦。斩奸夫、捉奸夫，非我之义务。要六合归我门，是我的抱负。当义夫请孝子，理性来应付。他人来搅扰我，请进阴府。放肆！来人啊！准备轻装的大队到可能别墅，活掠毒干女郎。请慢，庄主啊，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这个人做事这么残暴，大队若去，难免有伤亡啊。伊的意思就是爱我本身去。是啦，大哥二哥，我看你莫发动，我甲六合来去就可以了。三妹，你甲六合去都要留神注意啊！遵命。众人听着，人不过下架，马不过李安啊！小心留神，严守正义。是。大哥，什么声？龙叫一声。注意咧！玉柳山庄，龙声四播，阴气深深，杀机腾腾。严敬甲严定兄弟不寒而栗。三妹，这个所在可能是地窟。是，拍开这个地窟的门。内面真暗昏，爱小心。我知。有人哦！这个地窟可能真大，留神。六合，咱又搁来见面咯。哦，原来就是冷心心。然呀，喂，严三妹，你赶紧等去玉柳山庄发落爽事嘛！哈，哎呀，调虎离山去，三妹赶紧回去。你怎样？六合，咱好好来谈吧。请你唔通杀害我，请你唔通杀害我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，好，你若是爱我，唔通杀害你的女朋友，好好将我调解吧。调解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伊就是我的看守。虽然伊一时的错误，但是我相信人有良心，伊一定会帮助我说得完整才对。林心心，你千千万万唔通用这个占卜的手段。六合，
你这个渔夫，假使你若是爱你的牵手的活命，你就将我的条件吧。啊，什么条件？请你讲出来参考吧。啊，我给你大走，我再走啊！这是三庄主啊，你忙等去，忙等去。好啊，阮大庄主甲二庄主哦。阿去学过了百只龙，安尼甲规身火晒晒，伊即摆煞起笑，我咧讲天边啦，啊偏叫摇电哦，拢变起笑呢，开来底哦，10外个拢起笑啊，我好走啊啦！什么？行政话，行政话。厉害，佮叫人救去，啊，刺龙的惨败，啊，欧阳斌巧呀，啊，就我苗玲哦，佮失踪，是啊，啊，即摆这个暗杀大人哦，得要接近兰州府啊，我若无赶紧来施阵哦，偌危险啊！准备施庭。爷啊，啊，这条施庭，甲我摕去互大人看，哈，证明。切日一行作利，责备2撇所田。年来3餐难饱，意伫四季高所。日夜5雷如焚，时刻六神无主。急得七窍生烟，弄成八方受逼。以此久转不完，不是10分为毒。哼！你小等下，我回电话看，这什么事情？哼！你对，快来！大人，这点表你看，真是百般的侮辱，使我千灯会发，尚有万一离开，逆风一劫无穷。哎呀，大人唔好死劲啦，看要安怎好啦？太太呀，阿达，阿达，无咱死劲看要安怎好？哎，咱煞要来造心，遐金银财宝款款无走，无走哦，乌道会甲你收去，遐乌道若无甲你收去，便是去互这个暗参哦，甲你破案哦，你咧走私啦，啊交通遮赶上，嘘，点啦，也安尼走嘛毋是办法。对，我有一个计策，安尼啦，吕暗贼听到玉柳山庄，民众犯着公宪病，伊也准备着这个解药，特别入庄中策划救警。天星啊，因讲要入去遐创啥？迄内面大家拢发烧啊，毋过若叫加着多传染着害了。老和尚，切问知心人该有志啊！啊，你食菜人拢无自卑，毋是啦，我咧试探看你有自卑啊无？迄我真自卑喏。呀，那安尼，咱嘛着对后壁来看卖咧。是。老和尚，你真无胆呢？你们咧无胆？你讲咱足过分的呢？你毋是带着？带着，我提高警觉尔。哦，提高警觉。你真有气魄。安尼较差不多。水。天星老的小主角，在计划的所在已经受了发动的人员攻击了。另外这名面贪官污吏的钱水爷突然间过于死亡，现在观察准备得要出动，到底是什么诡计呢？金波头，为着要保护着暗杀大人的安全，来战着这怪龙。但是鱼目混珠，也拿也龙，水唔敢手。老和尚三人来战这2只发狂的怪兽，战得非常的猛烈。因三人是毋是有可能下落怪兽呢？又合把这独角女龙在这个地区所谈的条件是毋是会好势呢？